OK，咁啊呢一題34題，我再做多一次，發覺應該係個答案錯。咁點解咧？嗱，首先第一件事就係、即係佢如果要係 complex root，而且 A 同 B 係 real number 嘅話咧，咁佢3嗰個一定啱嘅，一定係另一個 roots 嘅。咁跟住我嘅做法係咁嘅，我嘅做法就係話嘗試將呢一嚿嘢即係代翻落啲 x 度，係啦。代翻入去，咁結果我寫咗啲咩咧？我其實就寫到啲咁樣嘅嘢啊，就係、我如果將1加 2i 代落去頭嗰兩嚿嘢度，會發現咧就係4減22i 啊。跟住如果你代落去嗰個 x 嗰個即係 ax 嗰個位啦，應該係 a 加 2ai 再加 b 等於0。呢個第一條式嗱，類似嘅嘢就係1減 2i 我代落去頭嗰兩嚿嘢入邊，佢係4加 22i 啊，跟住就加 a 啦，然後再就係減 2ai 再加 b 等於0。我哋攞第一條減第二條，發現咧就係負44i，同埋咧就係加4ai 就等於0。咁結果咧 a 就應該係11嚟嘅。嗱，如果 a 係11，咁我哋就重新撳多一次嗰條式啦。22i 再係啦。結果咧，我哋發覺15啊加 b 就等於0，然後咧 b 就等於負15。咁所以咧，你會見到就係其實1係啱啦，2係錯啦，3係啱啦。1同3應該係 C 先啱嘅。